新鲜界消息，要来关心金马影桥李心洁生囝了，为着要搬电影《小雾飞黄》，头一届甲日本大叫查甫明星阿部宽做伙搬去搬爱情历史史的电影。为着要甲角色表现甲更加斗大，李心洁特别找老师苦练英语，搬日本飞黄艺术的阿部宽嘛苦练种花种树，也有泡茶功夫。导演李书武接受媒体访问时，讲到这支电影会当入围9项金马大奖，伊嘛真欢喜，望李心洁会当顺势摕到影后。Garden is composed of many cracks. 生囡仔了后，佮出来搬电影，金马影后李心洁电影的演技，甲电影的角色搬甲足够格的。他压力大到他一天比一天瘦，然后就是拍着拍着他的衣服就太宽松了，然后就是造型还需要再帮他重新裁缝啊、修改啊。导演私底下讲，李心洁为着有好的表现，这段时间唔拿变散，为着符合角色的时代背景，佮找老师来教讲话腔口。也不能就是一般的英文，它还需要是马来西亚的英文，而且马来西亚英文还不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英文，而是当年受到英式教育底下的一种马来西亚英文。All life in Garden has own time. 做真侪功课的，佮伫电影内底，甲李心洁有感情戏的日本男明星阿部宽，为着黄艺术这个角色，家己去学飞黄艺术。导演林书武嘛挑战家己，走去马来西亚翕电影。这出电影唔但互这届金马国际影展摕来做人地电影，另外嘛入围这届金马奖，包括最佳剧情长片、最佳导演甲最佳女主角等9项金马大奖。我当然会非常希望心洁可以拿到最佳女主角奖，因为这部片子，整个故事其实是围绕在她身上走的。影电影后边演技加上电影内底艺术的美感，和规出电影拢有浪漫地区的气氛。李心洁是毋是会当搁一届摕到影后，嘛受到大家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